我是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你看，背景不一样了，环境不一样了。没错，我回大陆了。在台湾呢，有人呢带着一点嘲讽的口气啊，问我说：“你这么爱大陆啊，怎么不去打疫苗呢？”我这不就来了吗？啊，我坦白说啊，我愿意打祖国的疫苗，我直接来讲，我想要打祖国的疫苗，我甚至于迫不及待要打祖国的疫苗。有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到，我一下飞机就先打2针，这样子的话呢，求个心安。祖国的疫苗好科兴也好，是国药也好，他们都是获得了 WHO， 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那这个认证可不得了人家世界卫生组织在认证的过程中是有严格的审查机制所谓的这个EUA 就是说是这个紧急使用授权也是有一定的国际程序那么相较于这个国际授权的这个程序来讲那我在台湾的话呢，不晓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打到这个等级的疫苗，所以心里会害怕。也借这个机会，当然了我回大陆的主要目的是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开会啦、讲座啦，因为有1年半的时间没回来了嘛。睽违已久心向往之回到大陆我真的是非常高兴。不过一来第一件事情的话呢，就得隔离14天了一个人在这个房间，所以呢整个环境就有所改变了我从昨天呢到现在整整是24个小时。